彎翻埋嚟遠處個位置，哎呀，都係白衫頂到先啦。再雞撳翻埋嚟中間，咦有啲機會推啊！12碼，推跌咗呢個波係推到㗎，不過真係，哎呀，係咪柏保路上嚟搏到？係啊，柏保路上嚟搏到12碼，柏保路就應聲倒地，係推到㗎呢個波，不過真係。咁你話佢係咪成勢跌就肯定啦，但係你係真係有力推咗落去先係啦，杜林左手啊！喺嗰啲位置一推就梗係佢踢到佢死腳添啊！上邊嘅手都懵㗎，應該係12碼冇錯啦。不過又好精嘅，你見到佢喺埋去嘅時間攝住阿杜林個位啊，佢就伸隻腳出去壓住佢啊，唔俾佢出腳。等緊你嚟㗎啦，一嚟我就跌㗎啦，啱晒。嗱，2000年歐洲國家杯咧，西班牙對過法國，當時咧西班牙就輸1-2，就係一個12碼唔入嘅就係魯爾。今次射波就唔係魯爾啦，今次係韋拿。喂，乜咁啲講啲咁嘢啊，榮基？好，睇下韋拿點先。巴夫斯經驗就好夠啊！睇下你捉唔捉到呢個年青人啦。哎呀，好靚啊！路啊捉到啦，不過好彩呢個波真係都射得夠刁轉，真係死角呢個波。27分半鐘，韋拿就打開呢個缺口啦，西班牙領先1-0。第3個世界盃嘅入球啦，成為咗2號射手嘅其中嘅一員，有力挑戰咧高路斯嘅神射手獎啊！真係其實一路落嚟，法國隊雖然而家輸球波，我覺得佢唔係話太過曳㗎。唔係啊，絕對唔係啊！頭先個波如果韋拉掌握到，根本就佢哋開紀錄先㗎。可惜啲有陣時啲波咧出腳心急啊，杜林。我直頭覺得，就算而家漏一球波，你話法國 fans 唔使擔心。以頭先 keep 住咁打，其實仲有咁耐，仲有成60幾分鐘要追一球波，以法國卡士，絕對有咁嘅能力。